家好，歡迎收睇奇聞百態，我係主播阿峰啊。今日咧想同大家報告一下有關於消委會爆料，咁咧就買藥材咧就跟變錢，由84蚊咧就變到2萬幾。咁喺公證會買呢個保健品咧，喂都可以唔夠數喎。嗱，各位街坊，嗱，如果大家平時中意買下啲補品啊，調理下身體嘅朋友仔都好啦，你哋平時去藥房買藥材，定係會去公證會呢？又或者去美食博覽呢啲咁嘅大型展銷會度搶購啊，諗住有優惠。咁但係咧，大家有冇試過覺得，咦，點解埋單個數好似奇奇怪怪咁，但係咧又講唔出邊度怪喎？嗱，我話俾你聽啦，嗱，如果你未試過，恭喜你啦，你可能係咧萬中無一嘅幸運兒，又或者你根本已經俾黑心嘅商家劏咗，但係咧你仲好開心咁幫緊佢哋數銀紙喎。嗱，最近一期消委會即係消費者委員會又出嚟為大家排毒解難啦。今次咧，佢哋公布咗幾個藥品同埋保健品嘅銷售陷阱，簡直刷新咗我對呢個語言藝術啊、雕琢字體啊，同埋呢個神奇嘅數字嘅認知啊！嗱，今日阿峰咧就同大家拆解呢個黑心商家嘅陰招。嗱，睇完呢集嘅影片咧，我保證你去藥房再買嘢咧，一定唔會咁容易中招啦。好啦，我哋詳細引述翻新聞報道嘅真實案件重現先。嗱，第一個個案咧就係140蚊變咗22蚊嘅藥材魔法。嗱，話說咧有一張先生平時做嘢好辛苦，咁啊成日都腰酸背痛。有一日啦放假，行過一間位於呢個旅遊熱點嘅藥房，咁咧佢諗住入去買啲中藥補下身，諗住強筋健骨。跟住入到去之後咧，咁藥房咧櫃位擺滿晒一排排嘅玻璃罌，入邊咧裝滿各種各樣嘅名貴藥材，有啲花旗參啊、石綢啊、珍珠粉啊，同埋今次嘅主角某一種高檔切片嘅藥材。咁啊，張先生喺個玻璃櫃前邊望下望下，誒就俾佢揀中一種佢心目中想買嘅藥材喎。而個樽咧上邊咧就貼咗一張好醒目靚仔嘅紅色價錢牌，上邊雞乸咁大隻字寫住140蚊。嗱，咁啊，張先生心諗：哇，140蚊，哇，平平地，140蚊買少少翻去煲湯或者沖水飲，都好似好抵下喎。跟住咧，張先生真係開口去問個店員啦，就問：喂，靚仔，呢個140蚊喎，喂，幫我攞少少嚟睇睇先。跟住咧，個店員咧就笑笑口咁，好熱情啊，就咁講啦。先生，你真係有眼光，呢隻藥材咧調理身體係最好嘅。平時好多老街坊咧專登過嚟買，嗱，我幫你切少少試下佢啦，好易吸收，好好噶。嗱，咁啊，張先生當時咧反應唔切啊，只係笑一笑，咁 OK 啦，咁啊切少少嚟睇睇啦咁。跟住咧，個店員咧就真係走去切少少啦。重點嚟啦，各位觀眾，個店員咧就以一種超越咗奧運短跑手嘅速度，手起刀落，直咁樣切咗一大堆藥材，然後咧好順手咁將啲切好咗藥材咧直接抌落去身後嘅磨粉機度。咁啊，前後都唔使10秒鐘，啲藥材咧已經變咗一大堆粉末啦。跟住個店員咧就好開心咁將啲磨好嘅粉末咧入落個精美嘅塑膠盒入邊，然後咧就伸手喺計算機度咧，嗒嗒嗒咁拍咗幾下，跟住咧計數機就展示出銀幕俾呢個張先生睇，跟住店員就話：先生，多謝你，呢度係22,400蚊，請問你俾現金定係碌卡啦？哇！張先生當時個樣，相信大家都係諗到，哇！隻眼梗係都擘到好大啦，個口角咧淨抽搐咁，個心跳啊即刻心跳加速到爆啊！咁啊，張先生即刻好驚啊！喂，等等等等，你嗰度明明寫住係84蚊嘅喎，我買少少，點會變咗2萬幾蚊啊？喂，你係咪計錯數啊？咁啊，店員咧即刻收起啲笑容啦，眼神咧好凝重。喂，先生，你講咩啊？我哋寫得好清楚，84蚊係每錢喎。你啱啱切咗呢度成斤嘢，一斤16兩，一兩十錢，所以一斤總共係160錢，140乘以760，
咁咪就係22,400咯。哇，隻隻字都咁清楚，我譬如邊有算錯啊？你有冇睇錯啊？啊，咁張先生即刻好緊急咁樣望望清楚個玻璃罌先。喂，但係我睇真係寫住140蚊，邊有寫個錢字啊？跟住個店員咧就指一指嗰個紅牌下邊最後下角，點會冇啊？你睇清楚啦，呢度寫明係每錢2個字麼？雖然寫得細啲，但係你自己睇唔清楚咋嘛？嗱，而家藥材咧，我幫你切晒，兼磨埋粉，幫你訂製晒啦，冇得退噶啦。你今日唔埋單，你諗住出呢個門口添啊？嗱，當藥房入邊咧，仲有兩三個高大健碩嘅店員圍住佢，形成一種無形嘅人牆。咁啊，張先生啦就極度恐慌同埋尷尬，加上呢個好龐大壓力之下啦，終於佢被逼拎咗信用卡出嚟，直擲咁俾人碌咗2萬幾啦。跟住咧拎咗盒價值連城嘅粉末，好唔開心咁離開咗啦。咁翻到屋企之後咧，越諗越唔對路，嗱，最終咧就走咗去消委會度投訴啦。大家聽下，84蚊變咗22,000，我呢個唔係數學而係魔術啦，真係大衛高柏飛都要拜佢為師啦。變咗咁多錢出嚟，仲使乜做魔術啊？好啦，第二個個案咧就工展會買保健品，嗱，變咗咧唔啱數呢啲咁嘅陷阱喎。嗱，你以為咧實體藥房先會中伏啊？嗱，未算啦，大家每年年底或者假期咧，最中意去個工展會或者啲美食博覽會啊，即各種各樣嘅健康展覽，嗱，竟然咧都成為咗黑心商家嘅賺錢捷徑喎。咁咧，消委會接獲咧第二宗典型嘅個案，係關於一位李太太嘅。咁李太太咧，平時最中意去啲展銷會度掃貨，因為咧展銷會俾人感覺咧個印象就係大減價、廠商直銷、買得多送得多。咁嗰日咧，李太太咧就喺呢個工展會某個賣保健品嘅熱銷攤位，俾幾個非常熱情嘅 sales 圍住係咁 sell。咁啊，sales A 就咁講啦，誒太太，睇你呢隻高純度深海魚油同埋關節骨膠原啦，今日工展會係最後限定特價，平時出邊藥房賣800蚊盒，今日我哋做呢個廠家推銷，一大盒套裝入邊咧有12小包，仲要買一送一，計翻每包啊只係幾十蚊，啊食咗對關節啊、心臟啊，好好㗎。行樓梯啊，真係唔使太，一嘢就跑上去噶啦。跟住咧，另外 sales B 咁講，係啊，太太，我哋仲額外送你一套廚具啊。嗱，仲有最後3盒嘅咋，後邊嗰位太太都想要買噶。嗱，你唔要，我俾佢噶啦。嗱，呢一種咧催眠式嘅推銷，同埋現場咁極度熱烈嘅氣氛底下啦，嗱，李太太咧覺得唔買咧就真係蝕底啦。於是咧好開心咁拎咗1,600蚊出嚟，買咗2大盒，每盒12包嘅保健套裝。嗱，仲要拎住一堆贈品，好開心咁拎翻屋企啦。翻到屋企之後咧，李太太拆開個包裝，準備將呢個保健品咧就俾屋企人啦。因為佢個人咧就好細心嘅，就順手數一數盒入邊嘅小包裝啦。第一次數1、2、3，咦？啲10包嘅。咁第二次再數啦，哇！真係得10包嘅啫喎。跟住拆開第二盒咧，嗱，同樣都係得10包。喂，又話一盒有12包嘅，咁嗰兩盒加埋理論上應該係24包。哇！而家得20包喎，足足少咗我4包。咁啊，李太太就非常之嬲啦，即刻係根據收據上面嘅電話打咗去廠商度投訴。哇！你嗰個廠商個客服點樣答佢咧？咁個客服咧就極度之歡咁講啦。太太啊，你好啊，真係好抱歉，可能係我哋個包裝廠咧係自動化機出咗少少機器失誤，個別咧包裝係裝少咗。嗱咁啦，你下次嚟翻我門市，我補翻4包俾你啦。嗱，但係經過呢個消委會嘅深入調查之後咧，嗱呢種情況咧
根本就唔係咩機器失誤啊，因為咧消委會接獲咗多宗針對呢個品牌嘅同樣投訴啊。呢個黑心商家咧利用嘅係正正就因為展銷會現場係人山人海，顧客買完嘢咧就拎住大包小包急住翻屋企啦。大多數人咧翻屋企咧都唔會拆開呢個包裝逐包數，咁就利用咗呢個僥倖心理。大家計一計呢條數，喂，如果10個客人喺入邊有8個冇數冇發現，哇，商家咪白白咁偷咗8個人嘅份量咯。喂，積少成多，商家靠呢啲咁嘅機器失誤呢啲咁嘅藉口，一個展覽會，哇，就可以偷走幾萬甚至幾十萬嘅貨咯喎。嗱，聽完呢兩個令人氣憤嘅個案之後呢，嗱，阿峰今日同大家用最專業、最深嘅角度拆解呢個黑心商家到底係用咗咩心理學啊，同埋法律嘅漏洞，走去呃啲市民呢。咁第一招啦，就係最陰毒嘅一招啦，用呢個先斬後奏心理綁架嘅方法。咁喺個商品說明條例咧，同埋一般嘅商業交易入邊咧，如果貨物保持原狀咧，顧客係有權拒絕交易嘅。例如你試一件衫，覺得件衫太貴，你可以放低件衫，然之後走人。但係咧，中藥材就唔同啦，因為中藥材咧一旦切咗片，甚至磨成粉末咧，佢就失去咗二次銷售嘅價值。而黑心呢個藥房咧，正正非常清楚呢一點，佢哋咧會訓練有素咁，目標只有一個，就係喺顧客未走之前咧，做一次破壞性嘅加工。咁佢哋咧會用嗰個極度親切嘅説話方式咧，分散你嘅注意力。譬如話：先生，你邊度唔舒服啊？或者我幫你切片，容易吸收啲喎。沖咗粉末沖水啊，仲方便啊！嗱，當你咧仲喺度諗緊佢呢堆問題嘅時候咧，身後嘅刀已經切咗落去㗎啦。咁磨粉機咧已經磨好添。嗱，呢一種行為喺心理學上邊咧就叫做造成既定事實。佢哋利用一般人嘅善良同怕事，覺得整爛咗人哋嘅嘢就要賠。嗱，呢啲心理道德嘅枷鎖咧，當藥材咧變成咗藥粉，咁顧客咧就會產生一種錯覺。哎呀，已經磨咗粉咯，唔買又好似我唔啱，唉，算啦，冇辦法啦咁。打風同大家嚴正澄清啊，只要你咧冇確認到最後嘅總價，亦未同意購買，而佢強行同你切片，又或者咧強迫交易，責任咧完全喺商家身上，你1蚊雞啊都唔應該要賠啊。咁第二個剖析啦，就係雕琢嘅藝術同埋視覺嘅盲區，用字體嘅對比嘅陰招啦。嗱，我想問下大家知唔知道香港嘅重量單位係有幾咁複雜呢？嗱，1公斤咧就係16兩，而1兩咧就係10錢。咁1錢咧就係大概係等於3.7克。而喺日常生活當中咧，普通市民去街市買餸啦，通常習慣用斤。咁如果去金鋪買呢個黃金咧，就習慣咗用兩。嗱，對於錢呢個單位咧，大家根本咧就冇一個好直觀嘅重量同埋價值嘅判斷啊。咁呢個黑心商家就係利用咗呢一種嘅概念盲區，喺呢個價錢牌上面咧就玩微雕藝術。第一啦，就數字超大化，例如將140啊、380用啲醒目嘅紅色或者黃色，用大嘅字體10米之外都睇得到嘅。咁但係咧喺個數量嗰個單位上邊咧，嗰個每錢或者每克咧，呢個字體咧就縮到咧只有呢個字體嘅1/10，甚至咧係1/20。顏色咧可能係採用背景極之接近嘅灰色或者係淡黃色咁樣。咁第三啦，用呢個掩眼法擺放，咁佢將每錢呢兩個字啦，故意寫喺呢個標籤嘅最角落頭，又或者係玻璃瓶嘅邊緣，擺放嘅前面咧，正正係其他藥材咧遮擋住嘅。咁當你問哇呢個140蚊，咁個客源就話係140咯咁，佢口中嘅就係咯咁咯。咁答案係個數字，佢故意咧就忽略咗個單位，而呢種喺法律上咧就叫做誤導性遺漏啦。咁第三個剖析啦，就係人海戰術同埋情緒勒索啦。
當顧客咧發現到價格好似唔妥喎，想反抗或者唔俾錢嘅時候咧，藥房嘅經營模式就瞬間變咗啦，由無微不至嘅服務啦，切換成黑幫電影般嘅壓迫感。嗱，通常一間黑心嘅藥房入邊啦，至少都有三四個身形高大、面露凶光嘅店員。咁當爭執嘅時候啦，店員 A 就會喺你面前擋住門口，店員 B 咧就開始大聲叫囂啦。哇！你呢個人點招呼啊？自己叫人切藥材，而家你想抵賴，係咪想食霸王餐啊？咁啊，店員書咧就喺旁邊度唱雙喎。算啦算啦，先生，睇你都係冇錢噶啦，冇錢就唔好學人買藥材啦咁。嗱，呢種手法咧，真係極之陰毒。佢哋咧同時間使用咧物理空間嘅封閉同埋社交羞辱。喺眾目睽睽之下咧，嗱，如果好多客人咧都係專注面子啊，或者性格軟弱啲嘅顧客啦，特別係啲長者或者啲遊客，佢會覺得係極度恐慌同埋難堪啊。為咗盡快離開呢個恐怖嘅地方啦，往往選擇咗妥協，跟住咧諗住破財擋災啦。咁第四個分析啦，就係針對翻工展會同埋類似嘅展銷會嘅環境催眠啦。咁呢啲展銷環境咧有三個特點，就係人多、聲量大同埋時間緊迫。商家咧就讓呢一種環境創造一種恐懼失去嘅心理現象。現場嘅 sales 咧大聲叫囂，話到緊時㗎啦，搶購嘅人群好多啊！嗱，一陣間咧啲客買晒就冇㗎啦。咁咧就會令到啲顧客咧大腦陷入一種咧系統一快思考嘅模式啦，就失去咗呢個理性嘅分析能力。再加上展銷入邊嘅包裝通常非常龐大，同埋咧重重疊疊嘅，商家咧喺裏邊咧放少兩包，或者咧擺個空盒入去填充一下。顧客喺現場咧根本冇條件，亦冇時間去逐盒去拆封檢查。而商家咧就賭呢個你翻屋企先發現少咗，會因為怕麻煩咧，或者要重新跑翻去呢個展銷會場地，又或者咧真係揾唔到個發票，咁冇辦法啦，無奈咁唯有忍氣吞聲啦。好啦，講咗咁多黑心商家嘅陰招啦，嗱，阿峰作為一個貼心嘅主播，一定咧要俾翻啲最實用嘅防騙建議俾大家嘅。嗱，保證咧大家以後咧買嘢都唔會咁容易中伏啊！第一個建議咧就係記住一個口訣：未報總價，絕對唔可以加工。去任何藥房買嘢咧，一定要按呢個重量計算好藥材之後，千祈咧就唔可以講咩幫我切少少啊，幫我拎少少咁樣。嗱，你第一句咧就必須要講得好清楚。嗱，麻煩你咧幫我稱清楚，話俾我聽呢包嘢一共係要幾多錢港幣啊？喺未確認呢個總價之前咧，千祈唔好切，更加唔可以磨粉啊！如果個店員咧同你講：哎呀，先生好平嘅啫，切咗先啦咁。嗱，你必須用好堅定嘅態度咁回覆佢。嗱，你唔好切啊，你唔報價，我一粒都唔要買㗎。嗱，只要你咧堅守呢個底線，嗱，佢咧就冇機會同你玩先斬後奏呢啲陰招啦。咁第二個建議啦，嗱，你應該咧要主動咁拍照，留低呢個記錄。咁入到藥房之後啦，如果你真係打算買啲比較名貴藥材，嗱，喺問價嘅同時啊，你應該拎個手機出嚟，對住個玻璃瓶上面個價錢牌咧，影張清晰嘅照片。嗱，呢個動作咧有兩個好處。嗱，第一個好處咧就係震懾到呢個黑店啊。咁呢個黑心嘅店員咧，見到你咁專業，仲要留有呢個相片嘅證據，咁佢估你咧應該都係唔係咁好嘢嘅人嚟啦，甚至可能係記者添。通常咧就會收斂好多，就唔敢隨便咁劏你啦。嗱，第二個就係呢個法律依據。嗱，萬一真係發生咗糾紛啊，呢一張照片咧就係證明對方咧標價唔清楚、文字過細嘅鐵證啊。咁第三個建議啦，嗱，如果遇到呢個脅迫咧，應該保持冷靜，而即刻咧需要打999或者海關呢個熱線。嗱，真係好唔好彩啦！萬一你已經不幸咁落呢個咁嘅陷阱度咧，店員咧切咗藥材圍住你，逼你俾錢嘅時候，應該點算呢？嗱，千祈就唔好恐慌住先，一定要切記以下三不原則。第一就係不妥協，
絕對唔好拎信用卡或者現金出嚟。嗱，第二筆咧就係不對罵啦，避免咧發生肢體嘅衝突，保障翻個人嘅安全啊。第三筆就係不離場，應該咧等待警方同海關到場。阿峰話俾大家聽啦，呢啲咁嘅黑心藥房咧，最驚咧就係海關同埋警察噶啦，因為咧海關一旦到場調查咧，發現到有誤導性嘅標價咧，係可以直接檢控呢個店員同埋公司董事喎。如果罪成咧，真係要坐監噶喎。只要咧你態度咧堅硬，表明會報警，90成嘅黑店咧都會瞬間甩水俾你離開噶啦。咁第四個建議啦，就係展銷會買嘢一定要當場拆盒，核對清楚佢入邊嘅數量啊。咁咧去展銷會或者美食博覽會啦，呢啲買一啲任何套裝或者大禮包，甚至乎買一送一嘅保健品。大家切記咧，俾錢之後唔好急急腳咁走，應該喺攤位嘅旁邊啦。咁就叫售貨員望住你，將呢個禮品包逐包拆開，逐包點算，確認一下。咁如果佢號稱係12包嘅，點下佢係咪有12包先？如果佢話咧係有3件贈品嘅，睇清楚啲贈品齊唔齊啊？如果發現少咗咧，應該即場要求咧，售貨員咧同你補翻佢，甚或者咧可以同佢退款都得。咁如果咧呢個售貨員態度非常咁惡劣啦，應該前往呢個展銷會會場嘅主辦單位辦事處，或者係消費者委員會現場服務嘅櫃台進行即時嘅投訴啊。講到呢度啦，阿峰想同大家講幾句心裏話啦。香港一直以嚟咧都有呢個購物天堂嘅美譽，其實係憑乜嘢呢？係憑住有優良嘅品質、誠信嘅經營同埋健全嘅法律體系。絕大多數嘅香港商家、老字號嘅藥房都係咧敬業熬業、老老實實、憑良心咁做生意。但係偏偏咧就一小撮呢啲害群之馬，利用遊客咧唔熟悉、長者嘅軟弱以及咧消費者嘅信任，用呢啲下三流嘅招數去詐騙呢個消費者。呢啲咁嘅行為咧，唔單止咧損害咗消費者嘅信心啦，其實仲係直接咁抹黑咗香港嘅零售業形象。消委會今次嘅大動作爆料同埋點名咧，加上海關近年嘅持續執法打擊，正正咧係俾呢班黑心嘅商家啦一個好明確嘅信號，紙係包唔住火嘅，法網恢恢，疏而不漏。而作為一個消費者啦，我哋係唔需要過度咁恐慌，但係咧我哋必須時刻保持警惕。我哋每一次嘅消費，每一次勇敢嘅投訴咧，都係喺呢度為一個更加公平、透明嘅市場投票。好啦，今日呢個話題咧就到呢度完啦。希望我哋下一期影片再見啦，拜拜。